笑屁哟！笑屁笑，笑屁笑，笑屁笑屁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外宝令，欢迎来到亚维厨房的挪威尼亚外。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就是卤牛肉。卤牛肉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牛肉。嘎进呢，America， 嘎进呢，America， 还有泥辣葱、豆腐、萝卜、内衣、洋葱、蒜辣大蒜、骨粒。我们家的姜只剩这样子了，但是。卤牛肉这样就够了哦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里的食材先来准备备料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的香料准备好了，就可以来炒牛肉。把个 sauce 加进，卤饭稍微热一下锅，然后把抽油烟机打开，灯打开，然后倒一点少许的沙拉油，然后呢，我们让它油在锅子里面，先放姜、洋葱。葱白还有大蒜也一起下去，炒出一点点香味出来。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族语一乐园炒菜有什么样的例句。这个 sauce 撒布加进菇，薯贝如哥哥那碗。可是我们现在用的不是薯贝，我们用的是卤饭，所以这个例句我们就稍微把它修改一下。是个 sauce 啊，不加进补卤饭，如个那碗。卤饭是这个汤锅，哎呦，快烧焦了！不要讲话，再把牛肉下去。好 ，Yeah， 牛肉下去之后呢？我们就可以开大火了，我们只是要让它的表面快速的熟成，然后把牛肉的汤汁包在里面，然后外面把它等于是整一圈让它熟，然后里面还是没有完全熟的样子。好哦，大概炒到有点半熟的时候，来准备要加了这个。红标米酒少许下去，这边大家的容量，少许就好了，少许就好了。好，炒一炒，好香哦！过滤水干了。没有啊，倒进锅子里来，再过牛肉 ，OK， 在卤牛肉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加胡椒粉，胡椒粉少许下去，挥。而且胡椒粉我们都喜欢在那个中药铺买，因为中药铺的白胡椒很香很纯，跟超市的不太一样，大家可以试看看，去中药铺买。现在就是肉渣捞完了，然后也关小火了，我们可以开始来做调味的动作。先来一匙就好了，因为不想要太咸，因为酱油如果放太多的话，牛肉跟那些洋葱啊、香料的味道会被盖过去，所以呢，我习惯先放一匙。然后等卤到后面，我们可以稍微尝一下味道，如果觉得不够咸再加。
因为少加总比多加好。你如果弄太咸，很难补救。但是如果味道太淡了，在要起锅之前，在煮好之前都还可以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酱油松起来，滚。让它慢慢滚的同时呢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只有放葱白下去？绿色的部分也可以，就是因为刚刚是炒嘛，那绿色的部分呢，我们在它是汤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卤的时候再来放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放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下去，搅拌一下，慢慢卤。然后如果你叫锅盖，一定要很重要，锅盖要盖起来，继续小火卤。因为我看它，我先看一下状况。这个状况哔哔啵啵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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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盖起来，让它慢慢的滚，火不要太大。因为你在煮汤，不管是煮鸡汤还是卤牛肉，开始滚的时候，你如果用很大的火，让它这样子一直滚，那个汤会变得浊的，感觉会比较恶心啊，有汗。然后如果你是小火让它慢慢滚了，汤会比较清澈，然后不会那么多肉末。好热哦，流汗流成这样。然后我来切萝卜了。好哦，现在牛肉应该卤了，大概已经过了20分钟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我们的刀布放下去喽。好。忘记开摄影机，这边打开。好，看一下，好香哦！来了，来先把我们的红萝卜放下去，再放下去。搅拌完成之后呢，再把我们的锅盖起来。好，盖起来。好哦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牛肉卤的怎么样。哇哦，好了，好香哦！耶，卤牛肉大成功，赞！下次再来分享其他的食谱喽。谢谢大家来到雅维厨房的诺维尼亚外，下次再见，斯嘎亚达啦，拜拜。下次再来分享其他的东西的，下一次再来分享其他的小屁哟，小屁笑，机车